嚟啦，我哋一齊飛去葵盛信義學校，了解一下佢哋嘅人工智能同埋數字教育嘅發展啦。非常興奮，熱切期待。咦，呢度有幾個1年級嘅學生喎。我知道乜嘢係 AI。葵盛信義學校配備完善嘅校本數字教育課程，小孩子可以由1年級開始學習編程，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嘅 coding， 奠定良好嘅基礎。電腦科課程仲會結合編程教育同埋機械人，俾小朋友可以設計程式，讓可愛嘅蜜蜂機械人行走特定嘅路線，完成具挑戰性嘅任務。哇！佢哋可以從遊戲中學習編程嘅樂趣，好羨慕。咁我哋去睇下高年級嘅學生，佢哋可以喺唔同嘅課堂用自己嘅電子工具，例如 iPad 輔助學習，透過新程式、人工智能工具去學習語文學習、數學應用題、自評同埋互評練習，生成海報、圖片、動畫甚至遊戲添，好互動嘅學習。佢哋仲會透過編寫程式，為機械人編寫舞步、智慧台燈、聊天機械人以及編寫手機應用程式等，實踐 AI 生活化。葵盛信義學校係有咁先進嘅智能設備，配合優良嘅師資教學，小朋友學得開心又有效能。呢度係培育優秀嘅創科人才嘅基地，將來一定可以為社會服務。